你有冇試過 WiFi 突然間好慢，睇片一直轉圈圈？又或者打機叻到想掟手機？其實 WiFi 慢好多時唔係寬頻嘅問題，而係有其他原因。上集我哋學咗 WiFi 同寬頻嘅分別，今日呢條片會教你揾出 WiFi 慢嘅5個最常見原因，同埋點樣解決。好多方法唔使花錢，自己都搞得掂。第一個最常見嘅原因就係 router 太舊，好多人屋企個 router 係寬頻公司送嘅，用咗幾年都冇換過。但 WiFi 技術一直在進步。WiFi 4係2009年嘅標準，最高速度只有300 Mbps。WiFi 5係2014年，最高 1.3 Gbps。WiFi 6係2019年，最高9.6 Gbps。最新嘅 WiFi 7更加快。如果你簽咗1000M 寬頻，但 router 只支援 WiFi 4，咁你最多只能用到300 Mbps， 白白浪費咗700 Mbps。好似用一架老爺車行高速公路，條路幾闊都冇用。解決方法好簡單，換一個支援 WiFi 6或以上嘅 router。一般 router 用咗3到4年就應該考慮更換。第二個原因係距離太遠同牆壁阻擋。WiFi 信號會隨距離增加而減弱。喺 router 旁邊，信號係100%，隔一間房可能跌到70%，隔2間房得返40%，隔3間房可能只有15%。仲有唔同嘅牆壁材質影響程度唔同。木門同玻璃影響最細，石膏板牆中等影響，石屎牆即係混凝土牆影響好大。金屬門同鐵閘幾乎完全阻擋 WiFi 信號。香港大部分屋企都係石屎牆，WiFi 穿牆後信號大減係正常。解決方法：將 router 放喺屋企中央位置。如果屋企好大，考慮加裝 WiFi 延伸器或者 Mesh WiFi 系統。第三個原因係太多裝置連接。WiFi 嘅頻寬係大家共用嘅，好似一條水管，越多人同時開水龍頭，每個人分到嘅水就越少。一般嚟講，1到3部裝置連接係順暢嘅，4到8部開始有輕微影響，9到15部會明顯變慢，超過15部就經常卡頓甚至斷線。好多人以為屋企只有幾部機連 WiFi， 但其實智能電視、智能喇叭、掃地機器人、智能燈泡、遊戲機、監控鏡頭，全部都係。解決方法：定期檢查連接裝置，關閉唔用嘅設備 WiFi。如果裝置真係好多，考慮升級支援 WiFi 6嘅 router， 因為 WiFi 6可以更好咁處理多裝置同時連接。第四個原因係頻道擁擠同鄰居干擾。你可以想象 WiFi 頻道好似收音機嘅頻率，如果太多電台用同一個頻率，你就會聽到雜音。WiFi 都一樣，你同鄰居嘅 router 如果用同一個頻道，就會互相干擾。2.4千兆赫頻段只有3個唔重疊嘅頻道，好容易擠擁。而且微波爐、藍牙裝置都會干擾2.4千兆赫。5千兆赫頻段有超過20個唔重疊嘅頻道，干擾少好多。但5千兆赫嘅覆蓋範圍較短，穿牆能力較弱。解決方法：如果你近 router， 優先用5千兆赫。你仲可以用 WiFi Analyzer App 檢查邊個頻道最少人用，然後喺 router 設定入面轉過去。第5個原因係 router 擺位差。好多人唔在意 router 放喺邊，但其實擺位對 WiFi 信號影響好大。首先講幾個錯誤擺位：放喺地下，信號向下浪費，覆蓋範圍縮小；塞喺櫃入面，木板阻擋信號，散熱都差；放喺角落，一半信號射出牆外，俾咗鄰居用。
放喺金屬架旁邊，金屬會反射干擾信號。放喺微波爐旁邊，2.4千兆赫會嚴重受干擾。正確嘅做法係放喺屋企中央，放喺高處，例如櫃頂，保持開放空間，冇阻擋物，遠離金屬同電器。天線垂直擺放，水平方向覆蓋最大。好多時只係改個位就快好多，完全唔使花錢。除咗以上5個主要原因，仲有幾個你可能忽略嘅原因。第一，router 過熱，長時間運行冇散熱，效能會下降。建議每星期重啟一次 router。第二，router 硬體太舊，未更新嘅硬體可能有 bug 同安全漏洞。登入 router 管理頁面檢查有冇更新。第三，背景程式偷食頻寬，例如 Windows 更新、雲端同步、App 自動更新，都會悄悄佔用頻寬。第四，被人偷用 WiFi。如果你冇改過 WiFi 密碼，鄰居或陌生人可能連咗你嘅 WiFi。記得改密碼同開 WPA3 加密。第五， ISP 高峰時段限速，晚上7點到11點多人上網，速度可能會慢少少。如果你覺得 WiFi 慢，可以跟住呢個流程自己檢查。第一步，最簡單但最有效，重啟 router， 拔電源等30秒再插返，呢個方法可以解決80%嘅問題。第二步，檢查連接裝置數量，登入 router 管理頁面，睇下有幾多部機連住。第三步，用 LAN 線直接插 router 測速，如果 LAN 速度正常，就確認係 WiFi 問題，唔係寬頻問題。第四步，改善 router 擺位，搬去屋企中央嘅高處，遠離金屬同電器。第五步，檢查 WiFi 頻道，用 WiFi Analyzer 揾最少干擾嘅頻道。如果試完晒仲係慢，可能係時候換 router 或者聯絡寬頻公司。如果你決定換 router，呢度有個快速指引。入門級大約200到500蚊，WiFi 5或 WiFi 6，適合細單位400尺以下，1到3個人用，基本上網需求。中階級500到1500蚊，WiFi 6或 WiFi 6E，適合中型單位400到800尺，4到8個人或多裝置，睇片加打機。高階級或 Mesh 系統1500蚊以上，WiFi 6E或 WiFi 7，適合大單位、複式或村屋，8個以上裝置同時用。唔使買最貴，最重要係睇你屋企大細同使用人數。下一集會詳細教你點揀同點設定 router。如果你屋企好大，一個 router 搞唔掂，就要考慮 Mesh WiFi。Mesh WiFi 係多個 WiFi 節點組成一個網絡，全屋覆蓋均勻，會自動切換最強嘅信號。傳統嘅 WiFi 延伸器有好多問題，例如行去另一間房要手動切換 WiFi 名，延伸器嘅速度會減半，信號唔穩定，成日斷線。但 Mesh WiFi 就唔同，全屋用同一個 WiFi 名，自動無縫切換，速度唔會減半，信號穩定，仲可以用一個 app 統一管理。Mesh WiFi 適合800尺以上、多層或間隔多嘅單位。詳細嘅 Mesh WiFi 教學會喺第8集講。今日你學識咗 WiFi 慢嘅5個最常見原因。第一，router 太舊，換支援 WiFi 6嘅新 router。第二，距離太遠或牆壁阻擋，改善擺位或用 Mesh WiFi。第三，太多裝置連接，關閉唔用嘅設備，升級 router。第四，頻道擁擠，轉用5000兆赫或更換頻道。第五，router 擺位差，放喺中央高處，遠離金屬電器。大部分 WiFi 問題唔使花錢，自己搞得掂。
下一條片我會詳細教你點揀 router 同點設定。如果你唔知自己需要咩 router，記得留意下一集。記得訂閱寬頻教室 HK， 冚埋個鐘仔。如果呢條片幫到你，記得 like 同 share 俾朋友。你屋企 WiFi 慢嘅原因係咩？留言話我知。我哋下條片見。